来，乡亲继续来看新北市树林有一间自助餐是老店咯，因为头家炖的肉实在是太香了，竟然发生这款代志。有一个送货员送货入去自助餐的灶卡，实在互这个炖肉香甲挡袂牢，怎啊直接用手伸入去鼎位仔内底，甲牛肉摕起来食，搁小连续摕4地食4摆。 一开始头家发现无对同，有甲问，这个送货员佫辩讲，你也无证据，唔通甲我诬赖。头家怎来按监视器，果然翕到伊偷食的证据，就报警甲告咯。 伫咧灶卡内底，一日衬衫穿黑衫查甫人回送还，雄雄行回后壁铁顶的所在，原来是鼎内底牛肉伤香哈，挡袂牢拍开，直接用手捏来吃，佮惊无事刹车离开，互头家看甲气死啊！对他之前是我前员工，在我这边上班2年，因为只有上半天的班，他觉得薪资不够优渥，就把他介绍给我的菜商。他在我菜商那边总共工作应该6至7年了。原来这毋是头一摆送货人拍开铁顶挂，紧啊紧，佮用手扶，伫咧鼎内底浸着经过，直接放去喙内底煲。虽然说偷食4地，头家是看甲脚袂变白，就惊人客食歹巴肚，只好甲规鼎的牛肉摕去平挑，损失上少5000。万一如果消费者吃出问题的话，对我们商誉影响会非常的大。 用摆摆火炖，把只肉会香，拍开鼎挂，香皮随怎么去片空。嫌犯若偏到拢会伸手偷吃，10月时就叫头家发现无对同，伊甚至回讲无证据，唔通诬赖。不过店内底装监视器了后，就伫咧12月份，就互掠着偷食肉燥、控拍、个牛拍。 本地要煮互500多个人的菜，全部拢爱倒掉，损失超过万块，甚至搁伫咧店门口乌白放血，这位头家怀论啊，直接要解雇。表示因闻到肉香，趁机伸手拿来吃。鸡仔肉生甲一皮配饭上好食，代志就发生伫咧新北市树林这间自助餐店，因为好食价俗俗，人客食好斗相报。 新闻稿含送货人员嘛挡袂牢偷吃，因为贪互头家爱甲规鼎香公共的牛肉全部倒挑，即马目防以窃盗罪嫌移送侦判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